喂喂喂，大家聽住先，30粒銀呀！2026年啊，喺中環買份三文治都唔夠啦！你以為我為錢？我出賣佢係因為我想逼佢喐，我想睇佢顯神通，召喚天使落嚟玩大清場嘅。我錫佢嗰一嘴，係想佢早啲登基做王，唔使再受辱。呢啲至係最高層次嘅信任。點知老師呢？佢竟然揀咗躺平，佢唔反抗，走去釘十字架。What？ 老師你追求靈魂，但我追求即時見效嘅滿足呀！我先係被放飛機、被傷害嗰個受害者啊！邊個賠償翻俾我先？我依家真係好唔服。冇錯冇錯，感恩啊！但最應該多謝邊個先？冇我錫佢嗰一夜做暗號，個劇本根本拍唔到落去。邊有受難日？邊有復活節？4日連假？你哋飛日本去按摩，個假期邊度嚟嘅？係我犧牲名譽，用自己條命爭取翻嚟。冇我呢個醜人，個 project 點會完工？論功行賞，我起碼應該佔30%股份啊！你哋繼續鬧啦，我賣佢係一次過大特賣。而你哋呢，係每日賣少少，你哋唔持續愛主，每次為咗少少利益、少少面子、少少懶惰去讓步，其實你哋每日都係度逐少逐少咁賣緊佢。不過點解救恩成真咗，我心入面仲係咁寒嘅？